台南市在黄市长这个绿能政策推动之下，那么全学校呢整个动起来。我们除了屋顶型的，另外还有球场型的这个光电球场，另外还有车棚。那总可以的那个发电量已经达到112megawatt。我们一年呢未来可以回馈的金额总数达到7000万。有了这个光电的室内打气场之后，对于球队来讲，就是下雨天可以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以及很好的设备的练习场地，对于小孩子夜间的特打加强的训练也有很大的帮助。下雨天可以在打击场里面练球，它不会晒到太阳。今天打击场晚上可以练比较久，还可以打更快的球。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崇学国小来看看我们崇学国小的光电球场以及教室的屋顶的光电设置哦。其实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什么叫成功的案例？每年可以发200万度的电，然后学校每年可以获得40万以上的回馈金，然后呢，建置这些风雨球场，学校免出资可以获得40万，它可以发200万度的电，提供570户的住家用电。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是创造多赢，学校也赢，然后政府也赢，这个企业商人也赢，然后整个社会的公益也赢，这些都是绿电，可以提供给这个社会上使用哈。我觉得这是非常正面的效果。那未来这样的一个合作双赢甚至3赢、4赢的这个合作模式，我们希望说在台南市。只要有条件适合的学校或是机构，我们都希望说能够推动，让整个的国家的能源政策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而且这个地方不需要砍树，能够这个太阳能板中间都有缝隙，能够让光线透进来。那这样的话，也成就了环境上的保育。借着这样子一个干净能源的方式推动，也是一个环境教育，对孩子也是一个绿能的教育，这都是非常正面的效果。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请大家做伙来关心。位伫大内基亚瓦社区，因为偏僻路过下，公车已经停开13档。根据了解，虽然当地只有100外户拢是老人较济，不过市府为了落实个人优先，改善偏乡的交通，小黄公车将是上界适合的公共运输。28号上午，市长伫交通局长顶坐面带陪同，正式举办小黄公车局21线通车典礼，场面温馨热烈。那么大台南小黄公车大内正式上线。这是公车的费用，计程车的享受，然后对于环境也好，因为减少排碳因为小车子的排碳量比较少。那对于乘客来讲更舒适，对于业者来讲，这个费用比较降低，对于政府来讲，环境跟交通都得到了好处，所以说这是一举数赢，一举多赢的局面。所以我们对于小黄公车的开拓，尽管在财政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但是我们从来不手软，也希望对于偏乡的交通民众的需求有所反映跟改善。交通局对第一期玉制白河的小黄公车到目前，包括大内已经是第3期，后续也有北门、七股、将军顶海线各区的9条路线，111年第一季将陆续完成，同时推出大型服务。小黄公车的服务呢，我们前面2期除了推动之外呢，我们陆陆续续有推出我们新的预约站牌，那我们也有这个小黄公车的这个资讯也上到我们大台南公车的 APP， 所以市民朋友除了打电话预约之外，也可以上我们的 APP 来做预约，那随时也可以掌握小黄公车现在的动态。那我想上面也可以及时告诉市民朋友上面还有多少空位，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小黄公车服务的精进。那我想希望透过这样的服务，让小黄公车的这个服务的提供能够
够更升级。第3期消防公车特别的第一大车队，除了提醒大来民众要坐车到玉井，除了每一天3班会当伫徛牌等候，其他时间拢需要预约。同时嘛有提供无障碍车款加转型接送失智老人的服务。我们车队在地偏乡，我们有社会局的长照2.0的交通接送专车，一样是有无障碍的设备。然后民众如果说有社会局的这个2级以上，然后有得到补助的话，那他就可以搭乘我们的车子去医院就医。对，提前7天去预约我们的车子。伫地方的基台，即款有温度的交通运输，对着65岁以上的老人，更是免费，真正足甘心。欢迎市民多多利用，叫车专线0630000000。台南新闻军职何秋芳采访报道。罗里社区结合旗山无极九玄宫天灵道院。关进明星母猪，要来共同做爱心。27日这天，罗里社区理事长蔡登进，甲陆战队分家人联名代表，社区职工共同将这批明星母猪分送给辖区内独居长辈手中。社会局长陈英基嘛特别来到现场关心，并致敬感谢状。鹿儿社区的蔡登进理事长他每年都是这样子的用心非常非常的感谢他。尤其我们在这个鹿儿社区里面，在中石化这个区域里面，很多的这些独居的老人需要去协助每年都这样子的这种去募一些物资来提供给这些独老。事实上，我们社会这一个层面的部分，在一个关怀的角度上来讲，非常非常感谢鹿儿社区。我们一直社会局这边一直跟这个鹿儿社区一并保持一些联系。那我们现在在独老的部分，我们也推了一个睦邻志工，就是说在这个远亲不留近邻的概念呢，在这个65岁这个独老的部分，我们呢透过这个志工呢，就近的志工来做一个关怀协助，然后做一个媒合，然后这样的话就有平常时间有多一个联系，对独老的一个互动，对独老的一个关心跟照顾呢，就加一个层面。也因为有侪单位帮忙募集，才有这次的物资捐赠。理事长蔡登进表示，今仔日的物资的发放，咱来感谢基山九贤宫的左师姐，伊来教父今仔这物资。这物资呢是由咱海军陆战队文化人联名的谢孟辉大厨师来引荐的。咱今仔看了今仔日寒冷的天气之下，咱赶紧把这物资来转送。互咱遮独居的老人，甲要送互宪光国小的中低收入户，甲三股国小的中低收入户的小朋友来做伙过这个新年。除了关怀社区长辈，罗里社区伫26号也先将这批爱心物资送到三股以及宪光2间国小学校的60岁学生厝内，希望互因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鼓励因爱用心读册，将来有能力时会当回馈社会。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法务部调查局干部训练所办理调查班第58期自行车挑战加骑摩的参访活动，103位学员27号上午分成2组，北部组由关渡码头启程南下，南部组则是由左营高铁站一路向北，预计29号伫中华王公灯塔来会师。南部组伫副局长刘富兴的督导，27号下午先到台南安平渔港的关系平台进行净滩的活动，响应政府环境保护的政策。我们虽然是在台湾这个台湾这个岛，那我们也是这个地球村的一员。我们都知道，地球目前的这个空气污染非常严重。那我们骑脚踏车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的学生骑脚踏车它不产生任何污染，但就可以骑脚踏车。我们每踩一步，就让我们对我们这个土地更认识一步。所以我们从南北互相骑这个脚踏车，在中部集合。我们最主要的希望我们学生在为国家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亲切了解到我们在地
百姓的他的需求，我们的台湾的西部海岸的状况啊，我们的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啊，我们也希望我们学生借这个自行车环岛的活动，然后拉近他们彼此同学之间的感情，还要拉近我们跟这片土地之间的感情，拉近我们跟工作跟我们百姓之间的关系。虽然出发东港等着冷气团，天气有淡薄仔冷，加上到台南安平时阁落着绵绵仔雨，不过所有学员唔惊风雨，持续进行，为了期末的验收成效，希望会用借此提升公民的素质，甲对社会环境的关怀。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台湾文创多元发展协会主办的国际文创杯国际技能比赛，今年迈入第8届。这届比赛项目包含美容、美发以及美甲创意、新娘捧花等抢霸奖项目。参赛者为国中到大专院校、社会团体等无同年龄层拢有，甚至还有国外选手嘛特别来参加。It's an honor to join this Cultural and Creativity Cup. I want to better my photography skills, and I hope to one day be able to record films and maybe even movies. That's why I'm very grateful to join Professor Chang's team and join this Cultural and Creativity Cup. 我平常没什么自信，在舞台面前这样走台步。我想要让自己更有信心，所以才参加礼貌小姐。我是因为从小时候就很想要上台表演，然后才会参加今天的礼貌小姐。就是想让自己更有自信。文创杯它跟其他的竞赛不同的是，它提供了蛮多的一个比赛的项目，给学生有这样子一个平台，可以去做艺术上的、美学上的一个展现。创会会长吴明龙嘛真无简单，本身也是创意发明高手，历经参加马来西亚国际发明展、甲高雄国际发明设计展，嘛拢得到金牌荣誉。一个是香枣树，一个是灵芝，一个是我的比赛的一些一些商品，那都得到2个得到金牌，一个得到天才那个发明董事长。那我们这次也很高兴，我们这次还有外籍的学生都来参加，从澳洲还有我们的马来西亚的越南的都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比赛。除了创意比赛，协会也捐赠6岁学生奖学金，甲送白米的活动。今年总共捐出5万块，甲1256公斤的白米，将要送予3个社会团体以及中民国中、银海中学等5间学校，希望借此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号召更侪人投入公益，展现爱心甲服务大众的精神。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为了鼓励学生学习传统艺术文化，这年头教育基金会对105年成立以来，每一档拢赞助学校相关经费。今年因为疫情，特别举办微电影创作比赛，用影像记录学生学习的经历。26号颁奖典礼，嘛邀请各界做伙来感受台南艺人传承的活力。其中媒体嘛亲自到场宣布评审特别奖，由当兴甲咸水国小得奖，重名文献。嘉利特从100年开始，事实上更早就在关怀这个社会，但从100年开始，对于传统传艺的一个支持跟鼓励，这是一条比较少人走的路，但是台南市是个文化古都，再过3年。我们过了12月31号，就再过2年，就要庆祝建成400年。这条路我们必须坚持，而且必须走。
那感谢在加尼特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这个点。我们刚刚看到地头港跟仙草两个学校的同学，他们学校的学生人数不多，但是对于传艺的坚持以及努力，却让我们看到了成绩。今年加尼特教育基金会对了办微电影比赛，嘛捐赠66万团结奖助金，持续为传统艺术教育的推广来努力。我要把艺政跟数位还有文创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我想要把它办成我们电影有金马奖，可是我要把它办成艺政的金牛奖，这是我一个创新。那么有了这个创新的想法，我又想，在这个看了所有这个30部电影的这个感想，我非常感动，因为里面有太多故事或太多小朋友讲的可能不经意的一句话，是非常触动人心。其实这些小朋友讲的话，等一下大家有空在外面，我们进来会场有一个7公尺的一个背板，有每一个作品最经典的金句在上面。根据了解，为了鼓励学生学习团结文化，加尼特除了赞助经费，嘛得出办理学校联合团结嘉年华，让学生有舞台来展现成果。台南新闻军及何琼邦采访报道。空间个放映，阮的一直拢做无工课，偏偏搁拄着车祸。举办爱心仓储，陪您度过难关。社会局建制公益平台，串联各界善心资源，已设置共10处食物银行分行及16处。为了让市民清楚知影台南伫社区、伫志工、伫照顾幼稚老人以及妇幼安全等8项重点的政策，小局伫记者会中用欢喜的方式要演给大家看。其中，演者超个人社会如何扩大长期照顾的资源，结合民间力量和长辈在地安老，拢是迫切需要做的。今天是我们社会局的成果发表，我们用8个字来做一个 slogan 就是社福有爱，及时守护。那这8大项，那涉及到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照顾，就是从婴儿出生到最后有的长照的一个协助了那未来的话，我们是整个的话是朝向明年的话是从这个做基础，就包括了我们的托婴、托育，包括我们的长期照顾的一个及时这个出院的准备的一个协助，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辅具的2手，还有包括街友的部分。那我们从这个8个大的项目的 slogan 呢，由我们这个老屋各科呢来做一个扩大。那明年的话，我们会从这个做基础呢，然后扩大到社会安全网的部分。那就针对这个部分呢，再来做一个结合各局处，包括了教育局、卫生局，还有警察局，还有劳工局等等这个部分呢，我们未来明年的话，扩大是要做到我们的社会安全网的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让整个通报系统的一个完整，那趋向于比较整体面的一个协助了那我们从12个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呢，明年会扩大，就变成我们的独老的部分，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牧龄志工的这个一个募集媒合，然后透过这个牧龄志工呢，让那个有一种远亲不如近邻这个部分呢，来接触到让整个独老的部分接受更他的照顾，然后再把整个这个物资银行的整个部件，那把它具体化。原本小局所服务的是专人，针对婴仔出世到高龄时段，保障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基本需求。特别若是弱势、独居，还是身心障碍朋友，更是关心的焦点。小局表示，台南就是一个大家庭，要让每一个人感受亲像家己厝同款温暖的社会。台南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因为季节变化的关系，有真侪疾病嘛随着季节变化而产生。
伫咧秋冬的时阵，因为天气较冷，寒冷会造成刺激到交感神经，佮因为冬天常常拢会食较济、动较少，所以伫寒天会出现消化性溃疡的状况，会比热天更较悬。冬天的话，就是我们气温的骤降可能会让我们生理上有一些影响，好像是说我们发现说一些我们身体的保护机制，热休克蛋白这些表现是来的比较少，然后还有说生理上的一些压力，可能会导致说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副交感神经比较抑制，那这个都会造成一些像肠胃道的血流比较慢，然后肠子排空、蠕动这些比较慢的等等，然后还有说我们也有研究发现说，冬天的时候，我们胃黏膜的那些黏液层的厚度是来的比较少，来的比较薄这样。基美学中心统计，对107年到109年因为消化性溃疡来到急诊的病人，寒天比热天更加加出2.5%，所以医师要提醒民众，伫咧寒天咧食物件的时阵，若需要订补，爱特别注意，嘛爱尽量避免食食伤紧、食伤济。其实我们就是尽量不要一次吃太多了，就是可能吃少一点，然后吃清淡一点，不要吃一些太油腻不好消化的食物，然后不要一次吃太饱，然后要大概细嚼慢咽再去吃，不要狼吞虎咽，让这些食物在胃里面比较难去消化这样。然后还有说，烹煮的方式可能也是尽量比较清淡，不要去吃一些用油炸啦那些去烹煮，可能用一些比较清蒸的、煮的、炖的这种会可能来得比较好一点。医师最后要提醒大家，若要预防消化性的溃疡，就要需要特别注意平常时食物件的习惯，佮有生活作息嘛要正常，而且袂当黑白乱食药啊。若是有任何不爽快，嘛要赶紧到病院去就医。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10个文创园区改造100年的糖厂，经过6个月的时间，打造出造型高水的糖果屋，互来到文创园区的游客一入到大门，都有一种入到童话世界的感觉。伫咧糖果屋的两边嘛，特别用了代表中西方的2种糖仔，代表文化结合。大文创园区呢，再度以魔法为主题所打造的魔法序曲魔法糖饼屋，今天呢正式启用。那呢，从之前我们的魔法首部曲魔法工厂获得大家一系列的好评，甚至荣登我们网红打卡的全台前10大景点。那这次呢，石鼓再以魔法为主题，衍生我们的魔法序曲。那呢，在我们的魔法糖饼屋的部分呢，房屋的主体由400片手工打造的一个麦芽饼干作为房屋的主体，然后呢，在我们的屋顶的部分呢，也有我们的巧克力卷心酥，还有巧克力饼干来打造成为我们的魔法糖饼屋。那特别的是呢，在我们的烟囱的部分呢，也结合了原石的玛瑙来打造成为烟囱。那呢，在晚上夜间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我们的糖饼屋的玻璃以镶嵌玻璃的方式来打造，会透出彩色的光芒。那也希望呢，继魔法工厂之后呢，我们的魔法序曲魔法糖饼屋再度成为我们的热门打卡的景点。另外，来到园区的大门，嘛当看到大门使用阴阳地的造型，要让园区成为一个男女平等的性别友善园区。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